今日要介紹嘅單位係何文田有60年樓齡嘅瓊林別墅741尺嘅3房2廁單位。睇下今次嘅單位有咩特色啦。咁我哋就由客廳出發，咁客廳就訂做咗2組嘅家私，分別係獅字櫃同埋呢個大型嘅組合櫃，顏色以白色嘅做主調，配合奶油灰 LED 燈帶嘅襯托，就令到成客廳更加醒神咁。因為單位呢就比較多橫梁，就用咗燈槽嚟修飾化解橫梁。廚房就用咗玻璃趟門啦。3間房門就選用淺色木紋色，令到視覺上無咁單調。廚房趟門平時打開就可以將廚房同客廳連成一線啦。咁廚房嘅櫥櫃選色都係同客廳保持一致，上邊咗白色嘅光面，咁就可以令到空間咁增大啦。地櫃就用咗奶油灰木紋色。雪櫃位置就訂做咗一組高身儲物櫃。櫥櫃做咗一個 U 型3邊嘅櫥櫃，善用每一寸嘅空間嘅。走廊有個儲物室嘅，就做咗一個百葉大門，咁打開之後呢就係一個小型嘅儲物空間啊。呢一集先介紹到客廳、廚房同埋儲物室，下集再介紹3間房同廁所，唔好錯過啦。